创世纪第45章，约瑟表白伊的身份。约瑟忍袂牢，对遐个伫伊身边服侍的人话讲：“恁拢出去！”约瑟对伊的兄弟表白身份的时，无别人在场，伊出声大哭，埃及人听见，消息嘛传到埃及王的王宫。约瑟甲伊的兄弟讲：“我是约瑟，我的老爸枵永永无？”伊的兄弟拢惊甲硬去，毋知要安怎应伊。约瑟阁甲伊的兄弟讲：“较我来我遮咧。”因就活去。伊讲：“我是恁的小弟，互恁袂来埃及的约瑟。恁毋免因为袂我来遮心艰苦自责，这是上帝派我带上恁来，通保全大家的性命。但期远已经2年，也有5年袂当种作，无通收成。上帝派我带上恁来，是要留恁的后代伫世间，阁要解救恁，保全恁的性命。安尼看起来，派我来遮的毋是恁，是上帝。伊阁互我成做埃及王的首席顾问，做埃及的宰相，管理全国。恁得赶紧去甲老爸讲，你会惊约瑟安尼讲：上帝互我做埃及的宰相，请落来我遮，毋通延迟。你甲你的囝、你的孙，甲牛群、羊群，以及一切所有的，拢通来住伫离我无偌远的高山地区。我要伫遐奉待你，因为还有5年的期远，才免你甲全家以及一切所有的歹过日。约瑟阁讲：但恁甲小弟便雅悯拢有亲目看着我，阁甲我讲话。恁得将我伫埃及一切的荣光，甲恁所看到的事，拢甲老爸讲，阁得赶紧接老爸来我遮。讲煞，约瑟拍伫伊的小弟的颔棍啼哭，便雅悯嘛拍伫约瑟的颔棍啼哭。约瑟阁甲遐兄哥3针，揽在口。后来伊的兄弟就甲伊讲话。这个风声传到埃及王的宫内，讲约瑟的兄弟来啦。埃及王甲伊的人神拢真欢喜。埃及王甲约瑟讲：你着甲你的兄弟讲，恁着将物件互精生在，出发倒去迦南地，将恁的老爸甲恁的家眷拢接来我遮。我要将埃及地上好的物件互恁，恁嘛通食这所在的山珍海味。但我命令你，着对埃及地派车去，将因的某、因的囡仔甲恁老爸拢接来，叫因毋通珍惜厝内的物件，因为埃及全地的好物，因拢通享受。雅各的囝儿就照安尼去做。约瑟照埃及王的吩咐，互因车甲路中需要的食物，佮互因逐个人一套衣服，毋过互便雅悯300块银，衣服5套。约瑟送互因老爸的礼物有公的驴仔10只，在埃及的好物；母的驴仔10只，在5谷饼甲食物，互老爸罗年通用。约瑟送因兄弟倒去，佮甲因讲：恁伫罗年毋通冤家。因对埃及倒去到迦南地因老爸雅各遐，因对雅各讲：约瑟要我的，佮做宰相伫你埃及全地。雅各拢无反应，毋信因的话。因就将约瑟甲因讲的话，拢对因老爸雅各讲。
雅各看到约瑟派来要载伊的车，心就活起来。雅各讲：有够好，我的囝约瑟要活的，趁我也未死，我要去看伊。